又唔知大家有冇聽到嘅消息咧？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大二嘅一個學生叫 Roy， 咁佢咧就自己創造一個咧面試嘅工具出嚟，跟住咧就係用 AI 去做嘅。咁然後咧佢咧就通過咗面試啦，咁以及咧係一夜之間咧爆紅咗，仲要咧融資咗350萬美元。然之後咧佢咧就即係因為佢通過天啦，佢就將呢樣嘢即係擺晒上網宣傳佢自己嗰個嘅interview code 工具啦。咁跟住咧就啱就同哥倫比亞大學投訴，最後大學咧停咗佢1年嘅學期。呢個學生咧就覺得冇所謂啦，咁其實我都係即係想去發展我將來嘅事業啫，即係講嚟講去都係揾錢啫。咁佢而家咁樣已經一夜成名，賺咗350萬美元啦。咁其實咧呢件事係點樣嘅咧？咁啊詳細同大家講一講先。咁咧哥倫比亞大學21歲學生咧，佢就自創咗一個 AI 嘅面試工具，通過咗 Amazon 面試，並且將整個過程就上載去網絡，跟住一夜成名。咁咧如果以往咧通過面試咧，咁佢就要同其他無數嘅工程師一樣，咁啊不停咧就喺度做題啦。咁咧但係咧佢發覺話喂，咁樣其實同實際嘅工作內容係完全嚴重脫節啦。因為就算你而家啲公司其實都係會用到 AI 嚟到寫程式啦，咁點解面試唔可以用 AI 咧？仲要我哋死記爛背咁樣咧？咁跟住咧佢就開發咗一個叫 interview 工具，喺面試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咧自動生成答案啦，而且咧仲可以喺面試嘅時候咧完全唔會俾對方見到佢嗰個嘅工具嘅界面，甚至咧係有提示。係你扮下諗嘢而家咁啊，扮下諗嘢，跟住先至去作答喎。咁咧跟住咧佢就好順利咁樣咧就通過咗 Amazon 面試。咁然之後咧就好似我頭先講咁樣啦，一夜成名350萬嘅回報。咁咧跟住咧就停學咁樣。咁好啦，另外一樣嘢咧又係好令到我注意嘅係咩咧？嗱 Google 股價大跌咧，就喺上年9月嘅時候咧就跌咗23%。咁咧嗰陣時咧就已經係好轟動啦。咁啊早幾日啦，5月7號啦，冇期發布跌咗7.5%。咁啊損失咗咧係1600億美元。咁而呢個原因係乜嘢咧？就係因為發現好多嘅用戶咧就轉頭咧用咗 AI 嘅工具嚟到去做search 啦，咁咧就少用咗 Google，咁導致到咧 Google 嘅股價下跌啦。好啦，仲有一樣嘢又係令到我係好注意嘅，就係署長咧何永賢啦。咁最近咧房屋署咧就投入咗一啲嘅 AI 嘅系統啦，就包括咧鎖定高空，咁以及咧阿何永賢咧就話啦，喂紮鐵啦、油油啦、鋪磚啦、起公屋呢啲咧，其實咧都可以全面投入用 AI 嚟到去省卻一啲嘅人工啦，又快啦，又唔會受到天雨嘅影響個工期啦，跟住咧仲會係冇危險喎，因為係 AI 做嘅所有嘢都一地通用世界通行，咁咧由香港出發擴展去到世界各地，跟住咧我就諗啦，我做地產其實咧我咧一直咧譬如呢幾個月咧都係好積極去學一啲嘅 AI 工具嚟到自動生成影片啦，跟住有我嘅數字人做咗啦。咁我以往咧講普通話就唔係好叻㗎嘛，咁跟住咧而家用數字人咧就好方便啦。咁我可以咧幾分鐘我已經可以做到條片，跟住咧可以喺小紅書啊上面做宣傳啊，仲要咧啲普通話流利到不得了。咁呢樣嘢就係真係好方便到我嘅工作。所以咧其實咧當我睇到呢啲報道嘅時候咧，咁我就諗話哇死啦！咁而家咁我都有2個仔啊，咁其實佢哋而家讀書呢啲其實都冇乜作用㗎喎。其實將來都全部 AI。